저거 드디어 이거 와서 나 가니 형을 다. 인수 받치면 돼 주갖고. 이거 봤다. 이거 쓰야 그게. 그래서 그럼 블랙이 마크스냐. 小学 뭐 이게. 블랙이 마크스 기초. 이런 수학까지. 먹고 있기다. 뭐 Bisa mata suka dari suka ni, terjama deh. 所以是日本初等教育了。他是等加成成熟，日本那时候呢，对日本教育6年了，이제 왜 사이 그 허가면 돼. 他最后一我届， 3年生的那个。 아이. 他知道。他19年。 뭐 거기면 감나타 세신 그라 비타카에 25年国小，哦，6岁嘛，25。日本是34年了，他读6年了。 6년 그다음에 걸었구나. 你是有学数学吗？ 이나무 파트 전혀 소간 마스나무 나코니 항시도 나코리순 양가 이치 算数啊，说个两片， 하니 따로 스푼 더 피아但是 스미스 저기 乘法嘞， 아, 就乘法 세상이 한 가능하네요. 你看看那个加减乘除都有了。 但是이달 넘서 따이노 태약한데 이달 넘서 남코니 이달 서기 수원게 해 아, 뭐 마시노 마고데 내서ทั้ง태약한 기다 보서 그래서 난지간 하고서 기까지 아직강이다. 난지간 아지오 스미가서가 부쿠이 야마 안에 brand kita nanjikan dari hanichi atau chinichi wan Ini tuan ke yama, ini tuana. ini mana bitak tu nukhya, mana bitak ayu. 그러니까 나한테 뭐 있고 그래도 저것도 저거 연지봉사 저거다. 그래서 他会讲位置 有时间概念吗？那个时候？对啊他大概要多少时间知道他们在说我到那个山上啊， 그죠? 还有那个野溪嘛，以前手表 한지강. 然后又看中午的时候是看太阳啊在这个中间我们的影子没有就是如果没有手表就看太阳，对呀 깜짝이야. 看太阳那个 가해도 인자 그래 그래서 매일 도마. 你的那个没有办法准时抓到1点2点 이거 다 说哈 就大约那个树这样子嘛在中间 我看他的嘛，我아직가 마사 탭 마사 이지다这边会有那个影子 진짜. 那下午都 그래서 뭐 있고 아무래도 그래 뭐래. 有时候他们用什么方式？用那个哎，这个肚子饿了，这个在看太阳哦，大概几点？ 가해도 봐. 感觉肚子饿他们说啊，中午到了，12点到了这样。 大概그 윤이 如果一看呢，比如说， 뭐랬다. 如果他们一看呢，这个说肚子饿， 라미다. 他用猜的呢，用猜的呀，大概12点半，大概是12点。那个一问那个戴手表的，差不多12点10分呐，比如说12点半变成12点20几，或是30几， 그래서 뭐 不 있고 会差距不会到10分钟，他们很厉害。 아따오면 有刚好他就是有会用心的是也得比你等沙发面不然说2层的高度你现在看到1层是在1层以前应该没有2层呢。可是盖房子是都用2没有说他们知道以前。没下过去什么的沙发 뭐 자꾸 줘가려. 急嘛，那么急嘛，跟那么急嘛， 지마. 急嘛。 오카요. 이제는 가슴 뽕다음 끝나.你看他外面看说你到个当我们说那买是가도 그냥 먹고 있기다 매. 먹고 있기다. 먹고 있기다. 요 칼로 매요라. 요 칼로만 뽕만. 근데 컴플라가. 바가 뽕만. 간다 컴플라는 나코는 뭐 자꾸 찾아내고. 用手 바가 록사코 잡는다. 바니 컴플라 록사코 계속 뽕다 바니 他知道 컴플라. 他自己的距离了，他知道，然后这个多少，然后就算一下，到那边，到这 하바 나를 서서라. 这个多少？ 윤이 자꾸라. 서서. 그게 뽕다. 但是2个站大概是两12次看 哦， 록사코 한. 我 가서 现在我还不是这样， 뽕다. 几公分我是这样算的，不会 그게 그냥 되게 要不 좀 然就 찌요. 用脚步啊像这个10公分，你这样一算，跟嘎德尔蒙跟大德尔蒙这样子，他是说用现在当时是没有什么姜块用的用大米通常会有大米温 里面 많은 거 그거야. 그냥 이샤코 좀 뽕게 그거다.
你看下个，那啥，日子嘛，快看一次，接着东大巴的，一次6次，东大巴的，你看他6次多嘛，那多嘛，5次8，咱那说的，也讲的是东大巴的，东大巴的6次啊，我你看是东大巴。对呀，不是无毒了，污染，不是没污染。那说那个喏，所以他慢发现是呢，喉咙过了那没，你不排气吗？我们北跟那跟那个鸟，那个那个还不卖相讲是。菜有打道的什么的。卖那个叫。这我看那个，马哈这个，早上、中午、一个是太阳跟影子嘛，那个是时间啊，时间，他是怎么判断的？判断时间。早上一出来，从东边出来了。对，一定是东边的，那是东边。那就看。第二个就是看太阳的影子啊，那个鸡叫的声音。鸡叫的声音。哎，我们所以说我们以前部落都是养鸡嘛。因为大部分把他们那的。通常几西点？班的呢？他的阿公、外公上面有鸡叫，还妈不叫。通常几点这早上叫鸡？3、4点就会叫。3点半、4点大概就会叫了。哦。所以以前很早就起来，差不多4点，像我们的以前爸爸妈妈就在煮东西了，爸爸就在。我罗多的，对的。还会是那那这对。一般的叫是很不一定，你要看是什么鸡啊。有营养不良。因为那个我们3个力量啊，那个很拉长啊。大型的话比较短啊。那斗鸡不要讲了，以前我们没有在养，可能那个也是斗鸡嘛，我们不晓得。我们也睡觉，我们也被叫起来帮忙呢，早上以前。他们什么像这个阿公哈。他们大概有时候3点半了就起来，大概都是在4点多，因为比较暗哈，他会用那个油灯啊，用手拿他们有火把了，以前没有油了。他用火把上去，然后他刚刚到山上的时候已经亮了，他就火把就给他算这个。他们会算那个时间，用火把，用火把然后算。鸡嘛，里面换油。我会给那个是。那给的，没有给的，没有。火把给的，以前没有油，完全是用鸡马，马好几个起源哈，马干他没。Halo. Ini bi uhe kalau.鸡嘛。kalau ini bi ngat kita. 他们先打碎，一根是一个打碎再绑起来，打碎哈，马上给绑起来。这也有。绑。那bikin kek belaga no, bang bikin kalau， 这个慢慢烧，也是好几个小时哦。慢慢给你好味的，后面就有没有的话，不干这个那的，你就可以灌没有，幕布那个什么你来这个，我们常常我看电影就是油灯嘛，我们大家故事，那个是没油给的。俗话是用鸡嘛，makan hani pang ipa
零后的，嗯就一直慢慢烧，慢慢烧，慢慢那个灭了哈，它所谓的要灭的是几样的，什么什么的样，会灭火，这样，摇一摇就好了，摇一摇那个风力有没有？风，蛤蟆对了，再接一个，再接一个，要不然这个太紧哈，再接一松掉，绑这个哈，松掉开了嘛，蛤蟆对，就一个书粉。是因为我们不会去讲那个数字，那是这没有，这个没有办法判定了，判定说多长，他会讲说，也比说亚比手，大概是亚比说把黑你这个也没有办法大概。后林啊，那种就知道，因为你有走过这段路有多严重，他们会有那种没有绝对，答案他给的没给你没有没？绝对的。没有绝对，答案他给的没？答案那个走过的可能有绝对了。嗯答案他走过1次2次，答案他给的，他的答案他给的，而且路数好了一个，他们知道这个地形地物哈，没得说开对答案就干呐，对吧？你看你们爸爸说，爸爸说，他那个爱啊，他的什么标好么什么，对对么个他的啥，这里大概ayo yang，比那哪个嘿，对ayo你，就你们现在把那2天。他就可以判断，你看用的舒服了，有旧路，有走过，就重新看。答复会比较肯定。你看被打了哈，太皮了。